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分享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唔得忘记等各种时候嘅教过么？尤其係我哋嗰度嘅观众朋友嘅時節咧教過，而有可能四十四以及還有創行嚟嗰嚴肅嘅一種教過。一見人我哋呢客家委員會喺推廣我哋客家話嘅教過，睇我哋台中都有一啲各種。而有啲教過呢，唔單止係用我哋客家話嚟創，還有我哋啲小朋友地方常常都聽得到，等人哋創教過，到底有啲教過係用嘅啲按聲音去創咯，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台中石岡國中嘅教長。廖玉基教長嚟到我現場同人講，有啲教過到底用嘅創，我哋馬上歡迎廖教長嚟到現場，教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台中市石岡國中嘅教長，我嘛係屏東從事人廖玉基。教長歡迎今日來到我哋嘅現場，你係從事人啊，係咪？係，我係從事人。嗰時一次都睇從事到差唔多喺大學去外面讀書，係咪？係啊，我到18歲，高中畢業以後，我去台北讀書。睇每一件事情啊，因為其實這個算是睇我哋學長一件事翻嚟研究，同時研發又研究。咁這個都一啲石岡國中以後，同時又我哋講太普園咧，一啲嘅兩個地方去，這個會想要去推動客家文化。當然會啊，係你還是好推啲客家總頭，讀書到18歲，到18歲以後，我去師大讀書。讀書畢業嘅嘛，台北服務，我當到台中，台中按當年嘅時間做高中嘛，差唔多16年咧，石岡國中算係我第3間嘅學校嘅，到伊個客家總頭嗰種心情，嗰種我自家歸到屏東，還是到太嘅嗰種環境地位，所以伊地位我本不想講，伊文化按要去同伊各個後生嘅一代同佢傳下去。咁種在推客家文化會有困難冇？我都講，新人咧用嘅方法，伊必能接觸到客家話，冇到客家文化咯。多謝主持人，你頭都講學教，客教唔係要客教嘛？學教佢地位，我想國中按個國小嘅新人真是無強用。國小先生講乜嘅叫談乜嘅，國中呢，唔愛本佢做主啊。我本期剛剛一件事情個神奇，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個神法，你佢要自願個主動去參與，那有可能。咁我對各種嘅生意來講，其實佢自家嗰種想法個重要。客教台做嗰度嘅比賽嘛或者係發通嘛其實生意嘅想法個重要。從下你嘅客教教過有冇？嘛係先本身你寫歌詞，先比賽。生意嗰份係應該有獎金，有獎金如果你自己想一件事情，冇俾想過嘅國語要翻譯成客話，佢是學關心一件事情，所以亦不止係學生嘅你啦，係你先生嘛強用來參加嘅客家教歌嘅創作過程。你聽行來都講，我有啲統計。比如嘅想法，去願意主動去做一件事情，而那會開始去參加，已經唔係像小學樣嘅先生講嘛嘅，伊都乖乖去做嘛嘅。一部分已經喺國中都冇辦法嘅，到國中以後，那有比如啲想法，唔管係伊啲誘因也好，想去做一件事情嘅原因嘛好，我都講伊啲鼓勵嘛好，至少比如伊自己主動去做一件事情，伊都會做，而且同時嗰種係主動做嘅時間。伊可能會做到幾好呢？生意你係安尼啊，像喺度係佢自家想去做嘅事情，生意都冇認真去做，但是喺度係太認對別嘅話，又冇強用嘅。冇錯，而家反彈嗰度都幾太好。對教育地位係你講嘅一種動機主動嘅心情其實個重要。冇錯，嗰時話其實做國中嘅時候而且推動人哋客家文化嘅時候，真係都用無強嘅角度同無強嘅角色。去做一件事情，但是規當人哋今日嘅節目嘅主題，其實講到石岡睇下嘢其實談講石岡嗰時有談過，但是唔係佢熟悉。係咪請人哋教長同人哋睇用說明下講，石岡係點用嘅客家種
沙港台係你講嘅台山縣，台山縣董事片董事也就比他間人家個熟識，沙港按個董事攏係太普人嘅一個重要嘅客家文化嘅發展區域，人數較個少，可能一般4000人，算係輕手嘅一個區，但是也就比嗰種農產品。嗰種農產品，按個客家文化退嘅地位係你馬尾上講會慢慢嘅流失，讓兒同嘢太普嘅人數變成要較個少，退嘅地方讓兒同嘢文化按個嘢係你客家語言傳承下去，所以會變成係你教育一件嘛要去嘛要去努力嘅一件事情，因為文化是根。伊個生意等到其他也回頭上過來，唔止一次間健康係，今嘛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冇錯。所以係你去做嘅，唔係講搞生意講客家，或係做一些客家文化事情嘅，唔係你搞生意係它的根源。去潛出佢一個就是不要忘本，係想也係一個教育當重要嘅一件事情。因為土東人咧教種講法啲噃，我都發現到佢嘅重點啦，嘛講佢嘅意義啦。第一都講，人口嗰社會太富強，第二部分。第二都講，其實像沙港啦、董事，其實人口嘛越來越少。咁樣嘅睇下嘅，你講越來越少人咧，對客家種地步去保留當地嘅對客家嘅身份嘛好。也要生活方式、文化，甚至而家語言，一部分喺各種嘅角色係乜嘢？係你推嘅上課地位係你教育部地位有固定課程，按個校本彈性課程，還有係你另外一個環境教育，所以客教嘅一個角色係有一個營造一個環境，本身人一個資源，推嘅環境地位去學習文化，去講嘢客家。本身亦冇有嗰種壓力嘅感覺，像係你單元生意做青島事情，客家教過係其中一件事情，係你馬帶生意做難啦，馬帶生意做同嘅落匹幹，按個嘅梅菜乾、鹹菜乾，同佢包裝起來，還有嘅茂谷乾係你做佢嘅醬。單元生意去認識係你在地嘅產業，做成商品，同佢推銷出去。一部分個特別，因為一般來講人講食農教育嘅時候佢都好教到，我哋講注重喺前面，生意咧用去種禾嘅啦，用去絲禾嘅啦，用去蔬菜啦，專門用去割以後，都提講喺外頭咧，我哋講作喺上面咧翻咯，其實。佢重要嘅大部分都會把重心標喺前面嘅部分，但是佢特別嚟講，唔得係把重心標喺後背，用嚟去散了以後，用嚟去行銷，用嚟去包裝，用嚟去賣，做乜嘅人就會把重點標喺後背一件事情。講到一件事情國社會生意咧，也同教育嘅一啲專業嘛有關係啦。國社會生意佢家佢從事係一啲體驗、一啲經驗，但是到國中嘅時間冇咁樣嘅國中愛開始進入一個較個抽象嘅一個想法地位，還有一個農業來講，唔知啊，之前有談過6星級產業冇？蔬菜、種禾嘅，有個米可以食，也係農業，但是你去賣，也變成農產品咯，也係2級。但是佢變成包裝起來變成觀光嘅時間3級。6級係乜嘅呀？6級係永續友善。嘅地方同嘅古嘢全世界趨勢人工嘅 SDGs，另外一件叫做 ESDG，其實個重要一件事情，因為我想本身要完成體驗到一種種禾嘅，但是到各種嘅時節，佢哋嘅東西要去包裝，要去推銷，要去賣，生意嘅冇做要建起來，開始去拍影片，開始寫文案，開始想講嘅東西要去賣，各種嘅生意見到感覺quite神奇，甚至要想講去解決嘅問題，因為鄉下地方嘛，東西要賣出去，喺一般人有能力推嘅地方，甚至自家創業，在地創生，
所以各种嘅教育真是可以做嘅事情當多。唔錯呢，等於你講以國社會時節，提供體驗到也俾學生係樣嘅去種出來嘅，但是伊到國中嘅時節，也俾能力夠強嘅，可能會寫樣片，伊會寫文案，會甚至有到畫圖嘅。等於你講，伊喺提供一樣嘅擺到學生，去擺做最好嘅推銷，也俾能力已經可以做到嘢嘅。嗰時真係睇每啲階段以實農教育嚟講嘅話，而係每啲階段其實按照到嘅東西係完全冇共用嘅。冇共用。嗰時到嘅國中以後，我哋咧唔管是係我哋咧實農教育嘛好，我哋客家文化嘛好，而家教嘅方法、推廣嘅方法都冇共用嘅。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咯。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自台中石岡國中嘅廖玉琪校長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喺國中愛推廣我哋客家文化，還有我哋實農教育應用嘅角度。喺段節目底部呢，我哋都好多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喺石岡國中有一啲客家腔嘅教過。我哋想請問一下我哋嘅校長嗬，嗰個客家嘅教過當初係樣嘅開始會有一個想法。唱歌一件事情，佢幾容易變成大家強化一個記憶，一種感情喺底背。要唱係萬歲時節，我記得4歲5歲，同我媽媽喺田橋嘅地背，媽媽喺田橋幫錯，媽媽要開始講係嘅客家山歌。咁媽媽講，個山歌是乜人講嘅？結果亦係以前我阿媽講嘅。我生看那先都見應該70、80年以前嘅事情咧，佢下我先唔識，媽媽教我嘅係佢阿婆教佢嘅歌嘅，當我也問阿還記得，個歌嘅我咪強用教本我嘅模嘢，我模也咪已經清太嘅玩笑得錯，你講講啊，佢拍馬哥連同要弄還記得，為什麼因為好記，會形成一個感情喺底背。嗱，咪喺安尼想法上講，嚟到伊個客家嘅國中，有可能係你嘅教歌係客家教歌冇，所以我同伊想法同係你一個係你嘅太埔個有名嘅阿比白樂團黃振興團長同佢講，佢係你嘅校友，結果呢，佢去年嘅客委會嘅舉辦地位，叫下客家校園音樂新運動。佢拿到嘢舉辦以後，3月的4月的，係你開始將大家共下來寫一歌詞。黃團長佢嘛個用心，4月的5月的叫貴客個記下擺，看大家人寫歌詞潛出一共同嘅嗰種元素。按個佢自家國中嘅時陣嘅嗰種對客家嘅記憶譜成的詞，到了6月的7月嚟係你要開始去錄音室錄音，亦地方有嗌，按個主任，按個組長，按個係你學生嘅，係你組長佢唔係行人咯，佢嘛強用跳得唱，係你進錄音室錄成嘅 demo 帶，後背要開始標本，全部嘅學生嘅來彈，同線上參詳以後請係你音樂老師、音樂老師嚟教佢哋有錯。係你主任教大家嘅客家按樣而發音，按個表演藝術嘅老師，單論聲音有嚟設計動作，所有嘅導師能共下來評論聲音嚟練2整年，都是1年嘅時間，有一類共同發表會。哇！這應該真是個感動，因為係你嘅過程當中，我冇去比聲音嘅，結果聲音嘅呀表現得安尼當好。要見你自家創意喺地背，大家辦都冇共用，還有自家動作自家隊形自家散步攏要經過設計，而且大家聲音攏下去，所以我感覺國中可以做到安尼一件事情，
都冇简单。佢冇簡單，因為唐方來講嘅話，其實要記錄這行方以來都已經過太嘅，你冇因為可能對於開始嘅教稿嘅開始寫到後來出一啲真實嘅版本以後，我見到真實嘅記錄嘅開始，等於如果記錄開始下去做嘅教稿出來嘅，好一樣嘅要表達嘅人會唱。好，除了變成啊搞其他的音樂欣賞去協助，然後又要有動作，然後又要搞拍咪的好搞，咪俾辦方開始去練習自己個貼拍的一個動作，做乜有啲發表會，他們也可以看到。從入去過出來以後，新人呢對你出家的反應係乜？新人佢嘅地方可能看到嘅係一個欣賞佢帶一個辦嘅時節的嗰種感情加精神。和一天咧，天嘢全部嘅學生嘅攏曉得向下從一條歌嘅時節吼，嗰種畫面真是佢無簡單，佢感動人。好，還有聲音咧，吼，佢自動自發去衝出來嗰種神情，絕對不一樣。真是無窮樣，真是無窮樣。你等於有自己嘅特色。係，所以還有見到佢嘅地位嗰種共同凝聚嗰種感情。係感覺感情一件事情，會談論下呢一生人。我相信等佢哋20歲、30歲，當然以後佢哋都會記得一件事情，佢哋無限3年咯，攏去做一件事情，可好？還有嘛無讓我們不可思議吼，咁冇想到一件事情係，係你學校是1年的時間，帶學生去日本，係日本的姐妹校。新年吼愛有一個表演節目，係你本身一家去上，你愛做白嘅表演。結果新年呢有1年生、2年生、3年生咯，攏有。佢哋向下上到嘅係，係你來創，係你客家嘅教稿好誒。好，有一家設計隊形，按個按有唱，按有表演。好，按日本呢個姐妹校嘅新年嘛，談論下你同佢家邊同作案呢。好，個畫面唔會感覺都冇簡單。冇簡單。嘿，至少伊就按你嚟講，一件事情係俾人感覺到佢傻逼，佢驕傲。然後我拿出去呀，很酷。然後講今日嘅團隊，啲喺啲國家嘅學生喺做交流嘅時候，我拿出去同人哋講，很酷，佢傻逼，我即刻嘛感覺到佢驕傲嘅東西咯。我驚。教過一件事情對人來講，係佢拿出去同人練嘅呢。我男朋友講我練，係啊，我真係我拿出去俾人練嘅。但是我要感覺聽嘅問題都講，像其實講實講提起嘅話，伊應該唔係全部都係客人嘅肢體嘛，伊個咪有可能咪好多人啊，自己演出面。伊人我講講，老師，我又不是客家人，我為什麼要唱客家校歌呢？伊問題真是無太呢，係你全部嘅聲音攏下去唱，一地方當然要講好樂話，當然嘛要係你演出面聲音呢，好，但是大家聲音攏曉得唱。要唱係你英文歌，係你日本歌，係你韓文腔樣啊，係你慢慢日本人、韓國人，聲音係曉得唱，因為佢有嘢，他甲腔下做一件事情嘅一種心情感通佢地位。冇錯。好，所以係你可以看到嘅係，既然所有嘅聲音都曉得唱，很自然而然投入，因為各種嘅聲音裡吼，人講嘅從眾，他們喜歡一起腔下做一件事情。就強撐一件事情，其實佢唱，因為常常有講個人萬歲，譬如講係啲女僕嘅嘛嚇，所以我哋嘛有幾度喺我哋演出面對我哋身體門來有咩特殊嘅，講嗰而家冇講下話，我講白料，佢哋演出面講話講個白料，我講嗰而係特別學嘅下，那時學到都教嘅時節，他可以一記兩記，一路摸樣嘅，同埋我以前嘅演出面發咗嘛，有時伊媽媽打電話來嘅時節。好，多細個堂，唔知係學到好法還是壞法啦，唔知啦。但是有時強撐嘅時節，唔等都講，別都唔係講，係演出面啊，都聽講演出面法，而你睇下邊好容易都一聽講好咯，反正睇下邊提防地位，他跟你強下做呢一件事情。但是啊，佢好奇嘅啲神秘部分講，講有嘅教稿嘅內容嚟講嘅話，睇有係有乜嘅內容啊？好，教稿嘅內容嗬。像第一期吼係學講美術下，
好，先写出来也係很高嘅，嘅地方很多梅子梨，好有兩條很有名嘅梅嘅樹，好石崗梅樹下，係先講係嘅西煙花係講石崗，好但是係嘅太普遍嚟講石崗，好天意基係客家小田莊，好客家小田莊，係嘅太普遍嘅話，念讀個客家。跟那科，好科的这个发音，你看也天气又先写出很那个自然的环境，个起源吼，天气吼係講快快的山丘，係因為係你個吼台一個400公尺嘅小山丘當個，好天氣佢又係青草花飄香，高嘅吼東江嗰度花草，好像一個公園嘅像民宿咁樣。好前面可以看到大甲溪，又可以看到古關氣象嘅山有冇？好，嘅山咧吼，按你連輪的東江，好所以也自然環境咧，一個開始地方，他講攏冇講貴屬師，好到第3間咧，台嘢客家嘅地方吼，有苦嘛有甘吼，但是也係一個點睛特殊嘅好地方，大地方攏可以寫出係你人講嘅。共同記憶，鄉下攏記得一件事情，個感情有冇咁樣嘅哦？好，所以嘛同好記，雖然你個起源後尾同嘅地方吼學習起來，還有一地方係剛剛嘛係，個本人感通去講，感謝係你好欣賞，好要謝謝我們的好老師們，好，因為嘅地方吼，譬係你鄉下來學習，譬係你鄉下來睇，我感覺一種對欣賞嘅感情。係咁冇簡單的一件事情，因為係你講尊師重道哈，還不如說係你恩友同欣賞有一種感情，好，有愛在裡面，自然他就會尊敬老師的。也有唔係一個教條你嘅係一種個神法，好，從一家人嘅心情去理解。而且唐鳳咧，吼，真係呢種對個人咧教過地方，吼，天都地講，也係某個地方，有梅樹，有客家莊。好，然後又過講下伊啲教養，好，因為其實睇下嘅地方都地講，你錯過都想講幾成日睇石崗貴種是一啲情形，然後同時睇下片，你會那種生活的點點滴滴，你的生活裡面發生的事情，好，如果其實從一條國外世界，真係我想到，因為其實我哋有啲年過多年，他們都貴種以後，做高種可能都分道揚鑣，有啲人念國政，好，有啲人念國種。好，網絡有等於至少啲工作。可是其實貴種算是我的人生地方。第一擺我發現到講，開始都真是貴種邊間還有幾多朋友都冇在見到嘅。可是談到一條國外歌詞，你會發現到講，其實也為國外歌詞地方有幾多貴少人的部分，國外人好唱咯。反正第3趟的時間我都唱得了高中的同學的唱一啲六基本上嘅堂。休息下我哋下個馬上過來喲。石崗梅樹下，客家小田莊，快快的山丘，青草花飄香。有一類安妮，快樂小天堂，點睛突出好地方。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談到係我哋嘅台中石崗貴種嘅了牛基高中，用我哋嘅本意來創辦我哋談嘅講，我哋嘅石崗貴種嘅我哋合法嘅教育，對啊，嘅教育地方吼，你真係談得到，也要石崗係體用嘅地方，同時也要貴種神法，係用嘅神法。可是呢，安尼談好了，真是我感覺到講，其實對新人來講嘅話，也真是喺台北嘅伊人之間嘅一個貴種嘅身份咧，吼，因為相信我哋以前嘅嗰種那種高國吧，談好了嗰種軍工，然後面對的嗰種係做忙嘅事情，做忙勉勵的事情很多，但是也要高國地位，真是如把我哋嘅貴種地位，好身份地位，太細事情，如已經講得幾清楚。
甲佢強爽，係伊迄新人嘅想法，所以佢好記嘛，甲佢有感情。係啊係啊，嗰時候其實從我哋一開始嘅時間，我哋喺教堂都有講到講，其實各種嘅一啲教育嘅方法，真係都愛表我哋嘅新人去主動去學習，同時講，譬如講喺神農教育地步，我哋國小嘅時間係體驗。但是到各種嘅時間，一樣係去行成，把我哋農業嘅部分行到樣係去推銷我哋嘅農業。到同我哋教堂已經有講到講，我哋譬如講我哋用藍染啦，還有我哋喺度包裝。我一直感覺到佢好奇，都講，像我哋看到嘅泡菜啦，無論見到有嘅蘿蔔乾，真是睇殺工地位，嗱有睇我哋嘅菜地位有看到啊。有啊，像嘅每一次有嘛，好。因為係你嘅家邊有實講嘅梅子地，所以係你單元生意同新嘢嘅時節，同嘢梅也好做每一次按個嘢Q 梅，好啊到舊年嘅教師節嘅時節，嘢梅又可以食咧，啊生意同嘢每一次哈按個嘢梅嘢做梅子鹽哈嚟感謝欣賞，啊大家你可以看到，因為每一次哈經過包裝以後。冇共樣嘅，好，也有一個人工嘅農產品，按有些行銷，這就會加入人工嘅嘢經濟啊，和地方產業一種能力推地位。啊，新人呢其實佢呢嘛雖然佢呢年紀大，嘛不想講係你嘅地方嘅產業，按要去推銷。好，啊，實講係一類人工嘅農業為主嘅地區，好像實講農會有31類。產銷班，啊，生意不卡好，嗰度種咖咩？啊，咖咩按到嘅時節按用以後，用咖實吼，從茂谷間，吼，過年以後凍凍嘅茂谷間冇賣出去按用嘅，吼，從係你屏東業家邊可能係做嘅幾個獎，有嘅成績咧。但是台實講業家邊係你單輪生意咧，同樣茂谷間吼做茂谷間果醬，風味好得不得了。好嘛，同佢包裝行銷起來，生意感覺哦，一種想法，下一拜見嘅他也嘛可以做，好嘛可以按你同下你產業去做升級，按你下你生意能有機會講，台嘢地方學成法，台嘢就俾學習讀書，但他也嘛可以台嘢就俾創業呀，係你當到嘅嘅畢業嘅學生嘅嗬，要係按你，去台北讀書，讀到研究所畢業，嗬啊。同老闆工作經驗以後，馬上講，我愛鼓勵實講嘅家邊開一間店嚟做頭家，啊嘛做得當好呢，嚇，亦要係你教育教本身嘅一種能力。唔同講到講茂谷間嘅果醬嘅時節，我都佢見了後來，因為你已經想到講茂谷間一般係都按上，嚇，要按到食，加上變成。可能講變成果乾一個濃縮嘅時候，我想講，頭在想到一樣嘅味道，但是我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今日講嘅分享講啊，等下客家嘅啲教過吼，其實第二都講，其實都各種以後，伊開始對於未來嘅行業嘅路，好冇都講，伊都較更加係啲家鄉地方生產物嘅東西，可能我哋咧學生嘅本身，都可能種咖咩嘅，吼。伊都各種嘅時節，伊都可以去聽數即家落下嘅人嘅咖咩，唔單止講賣出去香咖咩，可以做幾多嘅加工品。佢喺邊睇各種嘅時節，係對未來嘅職業探索，就是說探索他未來嘅職業方向一個規劃嘅地方。係啊，各種當重要呢，嗬，所以係你人民教育部嗬，11歲差唔多小學6年生都各種。13歲、14歲都各種2年生、3年生，2年生都有一個很多職業探索嘅一種課程。啊，係你學校嗬係台中市嘅唯一嘅農業按個家政職群嘅探索中心，係你一年嗬會有1400個新生按個學生嘅來到係你學校強下來做嘢學習。好啊，也認識下你3層業家邊嘅一個物產，啊，第二講嘅農業應用嚟做，好多後面嘅一種產銷啊，按個農業當家政拿職群，今年都可以學習到，啊，你生意嘛可以推見你玩後生嘅時節，學習到個創業嘅一種觀念，按個開始對自家未來有一個想象。
到国中毕业，要去上高中的职群的时阵，佢嘛家个有一个了解，安尼咱唔要讲像唔定讲一间汉语排比落去做目嘅，教育个重要的嘛系一个学以致用。第一讲汉你要学习嘢，汉语排汉你可以用来想，对未来有一个想象，冇错，有梦想啊。各种的事情都比伊的过去多面向的伊的思念，比如也对一下，去对一下，也学一下，去学一下。其实冇嘅听讲，这个一天要行那条路，但是你至少某个地方都有，能够有思考一下世界，还一般拿去隔天的世界，那我有过多面向的伊的考虑，因为每个讲每个人都适合读书一件事情。冇鼓励我每个人都一定要行读书一件事情，有时间你可以把你专业的事情，这个好做的事情做到一点好，其实冇简单。但是我就会想讲，做乜嘅把按重要讲，唯一的家政同农业的职业的伊的中心，我写得挺好讲。我想係因為佢教做個有特色你欣賞嘛攏動認真。見誒第一講嘢對生意嘅未來動重要，碼頭嘅地方看到嗰度嘅嗰種產生嘅後續嘅力量，像係有一啲學生嘅今年畢業嘅，算去年嘅啦畢業佢不加種嚟喎，佢買學經過嘢學習以後，佢想講見你不加嚟喎係友善土地、永續耕耘一種理念。見你不開嚟幫做嚟幫食，做嚟幫幹，做嗰度相關嘅一種產品。每佢講唔同學校地方要學習做嘢某股間國獎對佢有幫助冇？佢講有，佢要同佢媽媽分享安尼嘅想法，個要討論講漢語排見你不開嘅嚟幫要去做產業嘅升級，要大家有經濟效益。唔看。漢你身上嘛攏看到安尼改變，嘛看到安尼一件事情對生意嘅重要性，所以佢認真去做一件事台中市政府個漢你教育局漢你嘅局長今日嘛攏看到嘅一件紅色學校嘅紅色嘅人，有法度做紅道嘅事情。係啊，頭都想講，其實實講嗰種嘛唔係講過態呢，漢你係一件色嗰色學校嘅，按重要嘅重新表我睇呀。係啊，嗰時真的是應該講，他可能對實講各種嘅一種教育嘅品質嘛，一個工作嘅態度嘛，其實係關認同嘅。但是我哋想像頭都講我嘅生意嘅媽媽，只是冇把我感覺到講，我冇想到我生意嘅托嘅各種鼓勵，我同佢講，我哋你冇嘛可以做乜嘅加工，因為有到幾多嘅做起嚟做農生意，可能都想講，我都買檸檬出去都好嘅。但是而家有幾多嘅生意呢？我開始要把我哋嘅原來物產去做無同樣嘅變化，譬如講做檸檬蛋糕啦、檸檬果醬啦，做起種檸檬汁，但是而家會變成幾種無同樣嘅東西，經濟價值嘛無同樣，完全無同樣。但是你看到伊啲各種嘅生意呢，過去條講媽，我哋今日學嘅買嘅那個東西哩，我哋檸檬嘛個想想，我想講對媽媽來講，我發現我感覺到講係咪可以搞畢業？有夜生意呢也蠻多高中嘛建議石頭拜六禮拜攏要去嘅地方演去田區地方聽書。佢媽媽嘛講，漢語排不開嘅7分2天嘅地方演要搞本嘅生意，已經準備要搞本嘅生意。有傳言嘅，而且本生意嘅萬事都第講，真是幫人哋學太嘅東西係乜嘅，唔可以從頭都講根本講唔清楚，即個喺度講種無嘅啦，種水果啦係乜嘅。今日我哋現場地方有帶一啲我感覺到一直佢上來一啲畫啦，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小解下講？像有畫同佢上面的一個故事很有也係漢你生意呢去參加一個比賽，頭都有講到刻在心裡的一句話台中市漢你客家事務局結果第擺有超過1/3，不過一般的得獎者攏係漢你出講各種嘅生意呢，第一名本漢你生意拿到嘅其下一句話係額頭看成呢。係唔會本目直留下來，他講人談到一句話有啲一個有畫面，因為上餃子嘅時節啦，佢頭那看佢成嘅時節，目子又唔會留下來嘅，唔看嘢，有些人係因為佢講按補頭佢要帶佢嘅腳嘅小狗去散步，
第三步嘅時，基本上講有音樂嘅佢嘅教會要離開佢一天要感覺要教字，所以佢講佢喺額頭看日神嘅時節，不只要唔會留下來。啊！再看佢叫嘛，佢看佢佢叫佢冇做安尼內容，往往嗰種嘛啲一啲嘅想法。也最主要佢寫出一種精神。人睇情苦嘅時節，愛額頭看神嘅時節，要樂觀，要有勇氣，唔好驚，去面對嘅困難。我感覺嘅精神真是有寫出來，所以佢得到第一名。你碼頭走神頭嘅嘅教會時節，本身人哋去做一個分享。同嘅精神，按個佢嘅想法，本所有嘅先生，按個學生嘅攏有談到，他幹嘛談啊動認真，你客家事務局有請嘅畫家同嘅圖畫畫下來，嘅圖嘛個有嗰種張力，台客教嘅地方，係你要表達台地方本身而來來去去嘅時節可以看到，創業有個自然嘅一件事情，冇強迫按你聲音，那麼感覺也要從空氣共樣啊，同人哋生活地位，唔會感覺講嗰種特別的教條式去學習別個，嘛會看到嘢地位嘅一種樂觀進取、勇敢嘅精神。像嘢喺韓國地位一種教育，佢重要一種從家庭、從一家人共用嘅精神。觀眾朋友，雖然講我哋咧實講國種係一個細細國種，但是如像頭先我哋咧教宗講嘅，睇實講國種地位，他講人如像一家人，嗰時唔單止係好多人出面客人，你可以睇下三人地位，過快樂嘅學習，還記得冇？還有一啲過好堂嘅客家話嘅教稿哦。今日感謝我哋咧教宗喺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好，感謝係你主持人，我感謝大家，歡迎大家來實講嘅時陣爭來了，感謝羅來安子些什麼人。休息下喎，大家聽下等先生來，聽我認同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